南投县中兴生活美学协会伫仁爱乡的部落来举办着织布工艺课程，邀请着部落的士大来上课。一来会当预防着长辈者失智失能；二来传承着部落织布的文化。 为了推广地方的工艺，南投县中兴生活美学协会伫仁爱乡新城村办织布课程，有20个老大人来上课。很难学啊。到了我们的时候都忘记这个织布了，现在还想学。 这摆织布的课程邀请工艺老师洪月晶来教，除了教学员基本织布的功夫，嘛结合部落织布的文化。这个传统是应该要继续传承的，因为织布现在慢慢的稍微有苏醒了。 因为部落老人的人口比例真悬，透过课程的学习，主办单位希望讲会使兼顾预防社区老大人的失智甲失能，让这些长者们借着这个织布这个传统工艺，然后能够来让他们延缓他们的失智。 透过地方工艺推广、传承部落的文化，同时嘛照顾社区老大人的生活品质，会使提升老大人的社会福利。